今仔立法院南北党团要推动无在籍投票专法，强调讲这是国际趋势。不过，民进党团认为讲无在籍投票可能会有中国渗透等等的疑虑，所以提案反制，主张转票迄天甲前一天拢爱休假，确保民众会当转去投票。立法院国民党、民众党团进行主导通过公投法修法，确定开放公投不再选了后，即马南北党团也推动无在籍投票专法，民间投票权人用移转投票，或者是到指定场所来投票。我希望民进党好好的看一看世界各国，国内移转投票早就成为常态了。不要把国内移转投票视为洪水猛兽，可能因为学业，可能因为工作。没有办法出来投票，要阻碍年轻人投票。不过，民进党团认为这有外销个人资料，增加选务困难，加助长中国渗透记录，都提出强化民主投票，促进法草案反制。主张投票日甲政治日拢系放假，而且各级政府机关应该提供必要的交通补助，包含加开大众运输工具帮厝等，同时规范国家考试免伫投票日甲政治日举行，希望让民众得到更加充足的投票资讯，各等于户籍地投票。不在籍投票会不会增加大选的变数？会不会便于境外势力的介选干预选务、选票移动的这些种种的纠纷争议？有没有思考过？我们才是认为这些才是要共同来讨论的。不管是蓝也好，白也好，都会针对不在籍投票的各个版本，再做细致的讨论跟整合。那民进党有不同的思路，用不同的方式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刺激投票率。这个我们当然敬表尊重。目前那条被草案拢交付委员会审查，内政部表示，无在籍投票关键是伫社会信任度，指出台湾社会对于无在籍投票也无共识。中选会无正面回应，甲你强调，选务改进措施会参考各界意见，会伫赴选务作业可行性前提之下积极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